各位同學，你知唔知我哋 DSE 個 syllabus locus 軌跡考啲乜嘢㗎？睇睇今年最新2025 MC 第25題，我唔需要睇題目㗎，淨係根據我哋 DSE 個 syllabus，我已經可以睇啲答案，會知道呢個同埋呢個一定唔係答案。點解？因為我哋嘅 syllabus 呢兩隻 locus 係唔存在㗎，得唔得？咁以下落嚟，我哋嘅答案究竟係 B 定係 D 呢？就睇翻呢一條題目。嗱，當我哋見到呢一個嘅 presentation，而家 A 同 O 係固定點 ，P 係喐得嘅 ，AO 係固定點，我當呢個位置啦。佢嘅玩法就係 P 同 A 之間嘅距離要等於 O 同 A 之間嘅距離，即係 P 譬如可以喺呢一度。P 譬如可以喺呢一度、呢一度，如此類推，將呢啲點連晒佢啊，咁你就好明顯見到答案係 B boy 啦。OK， 各位同學，如果你哋都想學翻 DSE 數學科最正宗嘅概念神記同埋思維邏輯嘅話呢，嗱，今個星期六日我哋將會有一個 one day free course，同大家傳授4招必學嘅神記，而且會同大家解剖2026、2027我哋數學科新 syllabus 究竟有啲乜嘢嘅玩法嘅。各位同學，我哋喺課堂上見。